星67尾線，呢一節財經消息過嚟。大市可同呢一個中東局勢發展係密切相關嘅，包括投資者依家對於伊朗戰事究竟同美國咧和談啊，定係再進一步將個局勢升級咧，都睇得唔係特別地清晰。咁所以大市嘅表現咧，亦都相對比較掙扎啦。咁前段時間港股最低咧就去到24,200點附近啦，雖然曾經就短暫反彈翻上去200點，但係似乎個動力咧就唔係太過地足夠，所以我自己就預計嚟緊港股短期都仲有機會試翻前底，大概24,200點附近。人生交叉盤，同聲同步，人人881。賀德興苑飲食集團成立23週年，旗下德興海鮮酒家、德興盛宴、德興苑海鮮酒家雙龍戲珠全包宴，每席2088，晚市1蚊文昌雞，仲送出早午下午茶30蚊現金券。天水圍、屯門、柴灣、荃灣、長沙灣，德興苑飲食集團全線分店。賠率變動，內有玄機。至於第三場嘅連贏位方面，過咗關之後嘅落飛數目咧得一飯嘅啫，就係4搭5，細水長流搭5號機不可失啊！咁可能頭兩關咧都係4搭5啦，咁所以呢一飯咧就由32倍落到嚟8.6倍啊，跌咗價值70%到到75啦。升水蝕水，即場制勝。之上射孖寶啦，第二場嘅8要將勝勢嗰27.4倍射落嚟咧，若果變除2飯999個孖寶之後咧，有1飯蝕水嘅就係11號嘅大仙住陳被蝕5%，其他都賺嘅啦。陣間教市有10號金運來賺5%，7號金進升賺3%。過關飛啟示，洞悉形勢，焦點分析。聽日傍晚新聞專輯後，雷霆881一馬當先。過關飛啟示由馬博良強新海狗丸聯合贊助播出。要揀中成藥，就要揀有註冊嘅 HKC 產品。包裝上印有中成藥註冊編號，即係 HKC 加5位數字。所有喺香港合法銷售嘅註冊中成藥，都符合安全、品質及成效嘅註冊要求。可以上 CMC HKC。人民 XYZ。好，嚟到3月最後呢一日嘅最後呢一場人民大道中嘅人民 Y， 咁就睇下一啲驚人嘅趨勢啦，點解會有呢啲新嘅發展啦？今日由於係